2026年3月27日，孟菲士美國。呢個係出邊 Memphis 自己春天生出嚟嘅野草、野花，似啲蒲公英咁嘅，但係就唔係蒲公英。花比較葉較細。我呢啲係韭菜，自己種嘅，又響孟菲士美國。呢個仲齊，咁就加少少味精，咁就整個microwave 微波爐度2分鐘，燒熟晒佢就吃得啦。嗰個食法呢，因為你韭菜就好難吃嘅，即係冇油啊，所以你要俾味精。英文係 MSG monosodium glutamate MONOSodium glutamate GLUTAMATE。咁剪爛呢食物，全部嘢剪爛晒嘅。仲有啲枸杞葉。呢個份量呢，就係咁上下，即係呢葉多過啲糯米飯。糯米飯、香米呢，糯米粉呢都係粟米粉，特別啲沉澱夠厲害。即係啲省粉啊咁，就會黐牆㗎，屙屎就屙唔出，因為佢譬如咁樣攣埋咁樣，你變成屎之後，食咗之後呢就會更加濃縮結埋一起，所以就冇彈力。但係而家有多啲咁嘅唔腐爛嘅，即係食咗落個胃度都唔腐爛。韭菜啊、枸杞葉啊，呢隻花我試下第一次食得唔死，我就呢隻野花，孟菲士好野生，係每年春天生嘅啫，落咗種之後，明年佢自己會慢慢出嚟嘅，所以好要留意呢隻。如果食得嘅呢就唔好食太多啦，食少少似現在咁，我俾得唔夠1盎司。呢隻野草、野蒲公英咁嘅款嘅，吃起嚟好嫩，因為我剪嗰啲嫩嘅嚟吃。咁而家唔死呢，就可以當菜吃啦。咁又多種菜唔使買，自己嘅天然菜，野生嗰啲原味啫，唔好當佢垃圾啦。中國人就唔識嘅呢隻，係美國個鹽特別多，佢生啲種子出嚟飛行晒去嘅，好似蒲公英啲種子咁飛嘅。